今日咧，我哋會探討一個關於家事調解嘅課題啦，就係移民嘅問題啦。因為咧，我哋有時都會遇到咧離婚夫婦面對咧安排子女移民咧有糾紛嘅嚇。咁今日好高興啦，請到阿 Walt 咧，阿陳嘉誠大律師嚟同我哋去講解呢個課題啦。多謝嚇。其實喺香港啦，離婚夫婦咧，如果面對子女移民嘅糾紛嘅時候，其實如果香港法律嘅大前提啊，或者嗰個嘅客觀嘅準則會係點㗎？其實咧，法庭咧係首先要考慮小朋友嘅福祉。小朋友福祉係第一位嘅，係最緊要嘅，係凌駕父母嘅一啲所謂爭議嘅。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啲所謂清單，法庭都會一併考慮，令到咧有啲所謂條件啊或者情況啊，去逐一去考量。咁當然啦，每個情況都有可能有唔同嘅情況出現嘅。就係法庭會考慮究竟小朋友嗰個睇法啦，例如年紀啦、性別啦、所謂個成熟程度啦、一啲社交啊、文化嘅背景啊，小朋友嗰個所謂身體嘅需要啊、精神嗰方面或者教育嘅需要啦，或者小朋友如果有一啲所謂移居移民嘅情況，對佢嘅影響有幾深遠咧？法庭亦都會進一步去考慮，其實所謂主要照顧者父親母親或者係另外嗰方嘅能力，同埋所謂其他相關人士，包括四大長老相關嘅能力。能力就唔單止係財力嘅，唔單止係財務嘅，亦都係考慮埋例如照顧能力啊等等嘅。咁法庭有冇話比較着重係考慮主要照顧者嗰個嘅需要嚇？嗱，其實當考慮移民呢個咁重大嘅人生課題嘅時候咧，實際上咧就考慮主要照顧者佢個出發點係咩咧？究竟係一個真心為小朋友福祉着想啦，抑或係有其他嘅居心咧？咁當然啦，亦都同時會考慮非主要照顧者爸爸媽媽嘅所謂反對理由啦。咁呢啲其實都有好相當多嘅一啲所謂一啲條件啊，或者一啲原因咧，法庭係要考慮在內嘅。頭先你用到居心呢個字啦，咁嗱我就咁諗咧，就係諗係咪刻意就唔想俾另外一方見小朋友咧？咁呢個會唔會屬於其中之一？咁當然啦，如果一啲所謂自私啊，或者係正如你所講想令到另外嗰方非照顧者嘅爸爸媽媽係疏離同子女嘅關係嘅話，咁呢啲都屬於所謂居心咯。原來咁。我都諗起咧，都見過有一啲嘅個案咧，就係覺得對方咧都預備得唔好啊，即係又好擔心咧小朋友過到去咧孤立無援啦，對方咧即係個主要照顧者呢個健康又唔係咁好啦。如果有咩事有病痛咁點算啊？咁樣樣嚇咁其實有冇一啲嘅案例咧，係都展示到咧呢啲嘅無論係反對嘅或者好想安排小朋友移民嘅，都係有啲真誠嘅目標，但係咧就喺當中咧就真係各執一詞之下咧，終於係點判㗎，或者嗰啲嘅考慮點係點樣㗎？首先咧，法庭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咧，就係究竟有冇一個詳細適當嘅計劃去安排子女移民嘅。咁呢個當然係包括例如究竟居住嘅地方啦、居住地方嘅配套啦。讀書嘅學校啦，學校嘅配套啦，學校有啲咩提供到啦？包括埋佢嘅子女嘅日常生活啦。日常生活就當然包括例如出入嘅交通啊，甚至係醫療啊、課外活動啊。咁亦都包括埋一啲所謂其他嘅支援，包括係情緒啊、醫療啊，或者甚至再講遠啲，可能係子女一啲所謂就業啊，呢啲咁嘅安排咧，都會考慮在內嘅。咁其實即係我諗法庭考慮一個移民嘅決定嘅話咧，其實係一籃子都係圍繞住小朋友嘅福祉為依歸嘅。有一個案例咧會特別啲，就係當考慮
即係簡單啲嚟講，嗰一次咧就應該係媽媽去申請移民，咁就去英國。咁嗰個案例咧特別之處咧就係法庭咧就覺得嗰個計劃咧其實原則上都係可行嘅，不過咧喺嗰個所謂實質上安排人手去照顧個小朋友嗰度咧，都仲有一啲部分咧，爸爸係睇得到咧，似乎都仲有啲落差係可以完備到嘅。咁喺呢個部分咧，法庭咧都接受爸爸嘅説法，希望咧媽媽可以完備埋呢個部分咧，先至正式去處理嗰個所謂移民嘅申請。哦，咁最終點樣啊？最終都能夠批准到個移民嘅。哦，即係所以佢就再做啲功課啦。係即係簡單啲嚟講，喺嗰個安排嗰度就能夠令到法庭滿意到咯。哦，明白明白。咁不如又講下調翻轉啦。調翻轉，如果反對嗰方，我估都有啲案例呵，即係佢哋成功爭取到唔俾小朋友移民嘅安排嘅咁。當然有啦，咁我諗好多都係因為咧嗰個所謂移民嗰個目的咧係去疏離咗非照顧者爸爸媽媽咯。咁呢個咧好多時都係要靠一啲例如福利報告啊，或者係一啲第三者去睇得到究竟嗰個所謂移民個目的係咪一個真誠為咗小朋友福祉着想。哦，原來咁。我有好奇想問咧，嗱，因為我哋香港咧都係大城市啦，咁亦都即係都幾多係唔同國籍嘅背景去結婚啦。咁婚姻破裂咯喎，咁當主要照顧者嗰方本身唔係香港人嚟嘅，佢舉例喺加拿大嗰度長大，一路喺嗰度生活，佢嘅家庭網絡就喺嗰度咁樣樣。咁當離婚嘅時候咧，就完全真係孤立無援㗎啦，因為咧，唯一嘅曾經係親人就係前夫，咁好想翻去家鄉啦，帶埋小朋友咧去加拿大啦，咁就變咗咧就可以有支援啦，亦都個心情會好好多啦，個情緒又會好好多啦咁樣。如果呢類嘅情況，通常又點考慮嘅咧？嗱，當然啦，如果係所謂移居翻去加拿大，咁我諗法庭會考慮其中一樣特別嘅考慮就係究竟媽媽嗰方面喺加拿大嘅家人、朋友，究竟可唔可以幫到手咯？呢啲咁嘅支援咧，係不單止係幫個小朋友，亦都會幫個媽媽去，因為幫到個媽媽就更加會容易照顧到個小朋友啊嘛。係咪先？咁變咗咧，呢一方面嘅無論係情緒啊、經濟啊，或者一啲所謂其他嘅一啲人手嘅支援咧，都會協助到呢個主要照顧者向呢個法庭咧說服到法庭咧，呢個移民係對個小朋友有幫助。係喎，因為呢個主要照顧者個情緒好啊，心理上一路可以能夠健康咁樣發展啦，亦都幫到小朋友，冇錯，係有個穩定嘅成長。咁好多謝你啊！嗱，因為其實仲有好多嘢想問嘅，時間所限啦，咁我哋咧下一集我哋再傾下呢個問題。